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国际新闻。西班牙格拉纳达省拜五都发生规模5点控的地震，昨又搁再摇3届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也造成上无3个人受伤。这专家是警告讲，当地即马当时地震活动期间，未来这几礼拜拢可能会搁再地震。消防车赶要去救灾，大量的建筑物外观已经明显毁损。西班牙南部上大的住地区安达罗西亚内底格拉纳达省18透早大约10点半一直到11点半左右，连续发生规模4.8、4.0，也有4.3的地震。互拄啊伫15经历5.0地震的民众咧喊讲，袂输是世界要灭亡。Todo se va a acabar el mundo, no sé qué es lo que está pasando, pero esto es tiemblo, tiembla y tiembla y tiembla, temblores y temblores, más fuerte que la otra vez. 格拉纳达省18发生3件地震，是当地15所发生的5.0大地震的地震尾，也是超过350件地震尾当中上强的3件。18发生地震了后，国务中心的货架顶悬物件拢平平落来，市区真侪大楼壁面出现裂缝，部分建筑物的外壁露台灯气放落来，大量的砖甲碎石嘛落落来路面，隔着车辆。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当地出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阿尼罕布拉宫暂时限制游客入场，而且进行安全的检查。格拉纳达省的政府嘛宣布，当地博物馆、行政大楼甲体育场馆暂时关起来，仅维持基层医疗中心正常运作。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指出，自15以来，这个地区就拢一直属于密集的军政事列当中，因为震源深度拢无到10公里，是极浅层的地震，体感会摇甲真大力。当局呼吁居民要保持警觉，无排除未来几天甚至几礼拜内，也可会发生同款规模真大的地震。关新闻金冠庆编译。今仔另外一边，这哥伦比亚西部7.4的大地震，嘛将近300人死亡，4200人受伤，经济损失估计有到美金96亿。即马地震也搁咧搜救受尾，山高原这个时阵，人搁走去加勒比海来度假，是引起批评。这出名的歌手谢奇拉嘛表示讲，会斗装钱去10间学校协助灾后重建。哥伦比亚西部车站发生规模7.4的地震，造成约300个人死亡，4200个人受伤，145个人失踪，差不多27000栋厝受到损伤。哥伦比亚总统艾苏普雷亚17表示，初步估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差不多30兆的比索，大约是95亿8千万的美金。这场半世纪以来上大的地震发生的这一天，艾苏普雷亚上任这3天，嘛加做这个正大的新人，面临头一场重大危机。Mi agradecimiento profundo a los 21 países que han ofrecido cooperación. Han llegado aviones con asistencia humanitaria e insumos médicos. 地震嘛持续冲击当地经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离地震中心差不多55公里的贝瑞拉市，大约有35派的企业受到牵连，约2万间公司损失真严重，恐惊会流失15000个至2万的工作机会。面对灾后严重的经济冲击，哥伦比亚政府按算推出重建甲企业援助的措施，协助店头恢复营运，嘛提供补贴或者失去家园的家庭。Se perdieron pues en mercancía porque también quedó techo destapado y entonces muchas cosas sufrieron daños y también lo que son vitrinas, lo que es estantes, muchas cosas se dañó debido que se le cayeron pues muchos ladrillos también, mucha infraestructura de acá. 不过灾后救援嘛出现政治风波，网络顶流传一个画面，那就是新任的主办部长贝尼川，休困日带厝内人去加勒比海城市圣马塔海沙堡度假去用翕照。像是真侪地震的生还者，到大约有路无厝，刚来当困伫路边或者是临时大埔旁。因为贝尼川这个举动引起在野左派阵营强烈的批评，讲要对伊提出无信任案。就连总统视察灾区的时阵，伫装甲车顶悬分有印伊竞选口号的卡球，嘛受到质疑，互批评有利用灾情做政治宣传的嫌疑。就伫灾区人道需求持续加悬的时阵，哥伦比亚流行歌手 Shakira 17伫咧美国好野人巴菲特的陪同之下，去地震中心的地点交考省，实际去甲受地震损伤的学校，伊答应要重建其中的十间，嘛讲已经有装着头一条100万美金的捐款。为企业复苏、住所的安置到校园的重建，哥伦比亚灾区所来爱面对的，毋但是目睭前紧急的救援，还有真辛苦的重建之路。
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转来看咱国内，立法院是总算通过总预算案，针对其中的供电法修正案，甲南甲北所提出来这二小城中口罩，行政是决定无买附属。也那立法院长韩国瑜是表示讲，这执政的权再大，拢大袂过宪法。行政院若拢无买附属，恐惊影响到宪政制度。依法通过的三读通过的，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今年度总预算案在时才伫立法院三读，迄当时韩国瑜也向行政院长窦永泰发声，国会三读通过的法案唔通阁不附属，也毋过在次窦永泰阁确定对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台湾二小城中甲未来口罩条例无被附属，引起条亚攻防。卓荣泰跟赖清德他们的决定，那显然是重重的回击打脸立法院，这真的对台湾的民主宪政造成太大的伤害了。再次的凸显出行政院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行政院动不动就不附属才是真正的违宪违法。如果蓝白的委员认为在相关修法上，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坚持，那这一届都还有3个会期，也欢迎蓝白委员继续提出他们认为合理的修法。行政院依宪法对立法院负责，然而无论是附议或者不附属，也是宪法赋予行政院的职权。行政院维护宪法不是选择，而是责任。对于违宪法案不予附属，就是捍卫宪政秩序的责任。立法院三读通过二小城中口罩条例，用渗透性质的台湾未来口罩，加禁用口罩性质的二小城中津贴，囡仔到18岁至少有114万，开放家长会当无偿还存款，企业赞助款当年上侪5万。正义提出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片包括0到18岁城中津贴，二小每人每个月5000，已经编列每年总预算。到18岁当领108万，也毋过行政院认为，南北版本恐惊存在户口野产差距扩大的变数。而立法院三读的法案版本存入的款项，包括了企业赞助款，还有民众的自存，恐怕会让有资源的家庭存越多领越多，势必会扩大贫富差距。南洋立会强调，政策写伫法律，变做法定预算才有长期保障。若无法律约束，政府随时会当选择唔编预算。回顾到阳台店内无附属记录，2025年12月，头一摆针对财会法修正案无被附属，加上17个2案，高达累计7案不附属。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是宣布，明年阁要普发现金1万，叫南甲北批评讲是上岛标准。这民进党日是认为讲，这国家每一年的财政状况拢无同，若要普发现金的第一条件是袂使增加债务，福利也爱增加，国防也爱兼顾。总统，我们的财政有办法让蒋万安喊加码到2万吗？总统想问一下，普发1万，你觉得在党还会再挡预算吗？面对记者的问题，总统赖清德无加做表态。总统17宣布明年会普发现金1万块。台北市长蒋万安17话讲，应该增加到2万。对普发现金，高雄市长陈其迈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拢乐观其成。普发1万，那剩下的5000多亿可能跟立法院多对话，多聆听民众的声音，还有地方的一个需求。与其所谓的这个加码，那不如实质就好好的面对地方财政分配不均匀的状况。同一个时间，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准备提案，要求台北市府按照年度支出计算了后存落来钱，来普发给市民21000块。不过财政局讲，年度支出存的钱这是老本，有332亿，目前债务有甲353亿，并无普发现金的条件。不过，南洋立委质疑讲，去年在野合作推动普发现金，去互执政党批评，安尼根本是相同的标准。因那绿营立委强调讲，普发现金的前提是无机制，福利增加，强化国防。剽窃蓝军立委的一个政见，到底的绿能你不能。税收增加，政府该花的钱你建制完毕，然后呢又不用去举债的情况之下，根据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去年普发1万块，并且消费倾向 MPC 差不多0.29，也就是1万块，敢若带来2900块另外消费的效果。这显示普发现金对刺激消费或者是扩大类似效果可能有限。因为选举到了，那我就来发钱，然后呢，我就怎么样，我就主导整个就是选战跟整个话题的发展。我既然有选战的好处，也可以绑明年的预算，但是呢，恐怕赔上的就是什么民主政治的发展，整个国家的制度了。
学者建议，政府应该把相关的资源集中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产业，亲像投资 AI、算力中心、强化电网，甚至是加强有可能去互 AI 影响的产业引导港的教育训练，这会更加有效益。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继续审查监察委员的被提名人，其中高等法院的法官侯庭昌，真侪命案拢改判无期徒，不过伊也强烈强调讲，伊毋是废死的倡议者。也针对这监察院敢要废掉的问题，监委被提名人李光章是讲支持废院无废权。监察院限制无监察委员的空棚第7届监察委员竞选议员伫立法院的审查程序，其中被提名人之一高等法院法官侯庭昌，过去身边台南汤姆熊查甫囡仔挂后，台南地院外口赛车教师太太甲律师，亲着业主被死放火案等社会瞩目命案，拢改判凶手无期徒刑。有外界大会司法官标签，因为关心伊要如何信任监委保护弱势。我不是废死的倡议者。当你成为监察委员的时候，你会贯彻保护弱势，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吗？跟委员报告贯彻保护弱势被害人是我一贯的理念另外一个监委被提名人检察官出身的林立雄，去年获罗总统提名大法官，遭到拿白封杀，这摆个获罗总统提名监委引起关注。知影提出重点问题有争议，组织诈骗案欠审理嫌罪，要求伊回应。龚明鑫部长给我的回答是，台糖没有收下这一批原油，而且原料不在通报的范围之内。他有检验，接着下来有没有所谓相关的通报义务呢？那确实他现在目前各说各话。那我觉得这既然有争议呢，确实监察委员可以发动调查。因为也观察监委被提名人对监院遵会的看法，侯庭昌林立雄认为，在受限完成废除监院进程，监院依然是宪法机关，爱护人事无上轨道。外交官出现李光章表态支持废院无废权，对监院被批评成效无好，认为监院爱惜发言人制度，及早回应社会观察。我支持废院不废权。你支持废院不废权？是。好。你支持废院不废权的话，那你不就是在打脸过去民进党的主张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打脸他们，但是这是我的想法。知影大幅度删减监院预算，林立雄表示，免或者宪法的职权有空棚，冻结预算会让监察院功能更加落差，应用改进监院职权行使规范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中联油问题油的风波，这检方是宣告侦查结束，认定讲在中联的总经理甲抢钓等15个人，明知影验无过超过标准，所以暗砍事实，照常出货，消灭证据。专案是依照违反涉案法提起公诉，总经理等高层4个人裁定继续羁押禁见。请到台中地院将涉案被告移审到法院。台中地检署侦办中联油脂问题有限，专案伫10月侦查中结，依照违反涉案法，将15个被告甲中联、福寿服务、泰山等4间法人公司起诉。当日下晡，中联现役总经理等被告移审地院，其中现役总经理已经裁定羁押禁见。中联公司相关主管明知自巴西进口之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制成中产生苯醃皮之风险，竟心存歹念，罔顾食安，能放宽进料管制标准。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相关主管知悉使用问题油品后，亦未及时停止贩卖、下架回收及通报。检方对中联公司等6个高层向法院求处涉案法相当刑度7年，并科8,000万罚金。早期部分用处相当的7年或者是5年有期徒刑，各并科罚金100万或者是50万。相关犯罪不法所得总共差到8亿8,700多万。检方也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甲对等。检方认定相关被告毋但暗砍无报，一直到6月才紧急开会想要下证，甚至有别证等代志。对起诉内容，主管机关小处表达尊重，强调继续用化专台是按把关。调查都已经完成了，都完全都已经确定它的整体的原因嘛。我们其实在科学上面看到的苯醃皮原因是什么，我们大概已经知道。接下来就是让国内确保
各个自由的部分产业都能够符合规定。相关涉案的公司都无回应。台中市政府表示，代志发生第一时间已经要求停工、停止出货和全面落记。同时，针对无照规定通报的违规业者，已经罚总共2100万，也强调严格审查中联未来复工的申请，各继续推动涉案改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有过这几天各地天气拢无介稳定。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咧，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拢可能会落大雨，其他所在是侪云的乌阴天。过道对流较旺，这雨也可能落甲介大阵。另外，伫咧关岛东南方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做今年第18号风台沙丁尼，拍算会扫往日本去。来看国内流感疫情甲新冠疫情继续咧滚价，疾管署是统计今礼拜这流感的重症有80例，流感死亡例有17例，拢是这3个月以来上介济。月底就要开学啊，这疾管署也要扩大到7大族群，若是有出现相关的症头，拢会当用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啊。真侪人伫诊所等要互医生看。疾管署表示，目前国内流感甲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当咧流行。根据疾管署的资料，顶礼拜因为流行性感冒去互医生看的人次有95000多，其中流感的重症有80例，死亡的个案有17例，都是这3个月来上济。流感重症的部分，上一周是有新增80例的流感重症病例，有新增17例的流感重症死亡的个案。那这些新增的个案当中，主要的感染型别也是以 A 型的 H1N1 为多，而且多数都是具有慢性病史的患者。疾管署表示，因为月底就要开学啊，学生斗阵上课，有人的几率就会增加，烦恼流感疫情变严重。疾管署到月底进前，也会扩大包括医术单位的防疫人员、安养院甲长照机构的员工，幼稚园到5专的学生，总共7大族群。若是有类流感的症状，就会当领公费流感抗病毒的药物来使用。8月24号到9月30号开放扩大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大概有这7类。因为现在已经算是疫苗打完了嘛，在紧接着新疫苗是10月1号，在这段期间之内，我们就用不同的工具来对抗这个流感的疫情。疾管署表示，目前新冠疫情也有升悬的趋势。顶礼拜因为新冠肺炎去互医生看，大约是26000多人次，所以也提醒也未注新冠疫苗的高风险族群，9月初到进前会当赶紧去注新冠的预防针。记者顾佑基、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政府严格限制政务官去中国交流。根据目前了解，劳动部长洪新汉同款会照惯例，9月底会去上海出席第48届国际机灵竞赛，为台湾选手加油。再来是自由时报，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紧张，美国是计划自2007年开始，要甲智慧手机手表耳机的生产线撤出中国，改伫咧越南生产，扩大越南甲印度的产能。最后是联合报。苏救肯威尔森花莲大地人建工，煞伫咧去年5月不幸来死亡。最近一个已经离职的消防员也出来讲是受到虐待。花莲县消防局特别公开相片，强调讲无不当对待。也讲到这个已经离职的消防员，讲威尔森是去用虐待，踢伊个头，搁互人掠去弄壁，才会死去。即下这事件风火头，这花莲县的议长也要求消防局爱提出专案报告，强调的追查到底。细细只的苏救肯伫咧灾害现场真勇敢，软来软去，详细咧找找受困的民众。伊就是花莲市03大地震的时立功的苏救肯 Wilson， 和外界讲是特殊小钢炮。不过去年5月，花莲消防局对外宣布讲 ，Wilson 伫训练的时因为闸门关无好势，对3楼摔落来死亡。经过一冬外了后，所有进前的消防员出面来压坑，讲 Wilson 不是单纯摔死尔，指控伊唔能去防站，甚至是牵锁直接牵去弄壁，致使头壳重伤死亡。伫咧网络是引起真大议论，花莲消防局长也亲身出面来陪会。我当下也有对狗狗的大体做一个检视，那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伤痕。在整个水化的过程结束后，我们检视狗狗的那个头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
都没有发现有被虐待或是头骨有破裂。面对互人指控虐待狗仔，花莲消防局是展出动物病院开的图后证明，强调 Wilson 是意外死亡，而且公布狗仔伫水化了后骨头的相片，强调遗体头骨完整，绝对无虐待狗仔这款代志。林庆元因为训练的时阵无细致，致使狗仔意外摔落去死亡，已经受到记告甲调职处分。即马网络议论是愈来愈激烈，花莲县议长嘛要求消防局都要将证据公布出来，给大家看。我已经要求花莲消防局在8月31日召开临时大会的时候提出来做专案报告，把证据摊出来，把真相说清楚。那我们不会预设立场，也不会冤枉任何人。如果调查发现确实有人为疏失，该负的责任就要负。伫咧突击队内底勇敢救人的特殊小钢炮，在生时阵算哪像受到不同对待。如今消防局佮互人质疑暗藏真相，正做社会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新北的沙丁堡，一个查甫人3更半暝举钢腿讲是去巷仔内底挑工去讲弄动猫仔。这动保处是认定讲，这个查甫人违反动保法，专案是以刑事交互检方来侦办。伫个巷仔安尼行过来行过去，查甫人雄雄甲骹步停落来，按地仔内底甲家私撒出来，对机车边大力甲拱落。猫仔惊甲赶紧走，听甲哀哀叫。半暝出现这款声，嘛引起当地住户的注意。我以为是猫跟猫之间在吵架，因为很常见。然后想说看一下到底是哪只猫在吵架，看一下监视器，才发现这件事情很吓人。怎么没有这么恶劣？因为它是身上就是带着那个凶器。伤害动物的案件就发生伫新北市的沙丁堡，登去甲3号路4段现场，不时会当看到一寡猫仔，其中这只号做感的流浪猫仔，煞伫16暗时10点外去互人攻击。这支新鲜的钢腿就是犯案的家私，警察伫咧过当工就掌握到嫌犯的身份，通知39岁姓谢的查甫人到案。虽然伊承认有动手，毋过对着动机，伊是交代袂清楚，讲伊是惊到遐看到猫仔雄雄出现要甲攻击的想法。动保处并在17日晚间21时救援案猫，伤势严重，后续将持续接受治疗及观察。行为人蓄意攻击猫致重伤，将由警方移送地检署侦办。去用攻击的流浪猫已经向动保处找到，送病院检查发现正面的面侧伤，也佫有后骹的指甲断去，嘛有气胸，会佫继续观察治疗。因为猫伤甲真严重，新北动保处认定查甫人违反动保法，这已经牵涉刑事的责任，会交予警察，再佫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事，这罗西亚在野党的副主席今年1月因为伫咧社群的直播讲这场战争是罗西亚的灾难，去互法院用损害军方信用，甲判11年1个月。另外，伊接受外国的资金，侵犯版权，继续禁止这个在野党参选的资格。法官再度宣布结束庭审，旁听设施出现抗议的声音。受到俄乌战争影响，罗西亚在野党亚波鲁党的副主席斯洛斯伯格今年1月接受一个社群媒体 YouTube 直播访问，在节目伊批评俄军的军事行动，呼吁俄国随停战和平解决冲突。想袂到节目一放上网络，斯洛斯伯格却安尼遭到俄国政府起诉。这个月17，法院认定伊损害俄国军方信誉，甲散布俄军的虚假资讯罪名成立，判11年1个月有期徒刑。和旁听的斯洛斯伯格支持者真不满。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абсолютно беззаконный приговор. Приговор абсолютно варварский, как обычно. Это в суровой России так принято, что за свободу слова, за мысл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типичн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斯洛斯伯格伫法庭坚持家己无罪，表示家己是遭到政治审判受害者，佮一摆呼吁随停止这场战争。同时，伊也提出支持者的鼓励批，也伫判决了后，安大支持者不满的情绪。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斯洛斯伯格的判刑，显出政府对于刑事言论自由权、甲呼吁和平行为做公然保护。同一日的最高法院针对罗西亚为伊反战政党亚波鲁党也用接受外国资金、甲侵犯版权为由。维持一审禁止亚波鲁党政党参选资格判决。Решение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0 августа 2026 года оставить без изменения апелляционную жалоб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дин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Яблоко без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也无女党做到禁止参选，引起民众组织伫反映外口抗议。如果警方也安尼逮捕超过60名支持者，也无女党主席利巴科夫表示，会继续向最高法院的主席团提出申诉。无拜托寻求宪法法庭诉讼的方法，争取予政党恢复参选资格。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再来看中东战事，美国甲伊朗的两解备忘录60天的停火条件已经期满，双方表示讲袂阁延长。也若针对目前美国伫咧中东议题表现，川普的民调支持度目前是已经达到33%，也创下伊第任期上界低纪录。美国总统 Trump 17伫咧北京和9人的在白会救生员接见，一个 CNN 的记者问 Trump 针对缩减美国、韩国军演规模的问题，双方开始拌嘴game。Did he ask you specifically to scale back on those? Quiet. You're very disrespectful in front of this young man. Okay? Don't you find her disrespectful? He understands. Quiet. Who are you with? I'm with CNN. Fake news. 伫咧这进前 ，Trump 嘛回应其他记者针对北韩的提问，伊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回应美国联合军演规模缩减的问题，佮对南韩总统李在明伫咧伊朗的战争唔愿甲美国斗相共，表达伊真不满。When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川普伫礼拜一接受福新闻电话访问的时阵，伊讲美国当咧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依次秘密管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就公开反驳，否认双方伫咧伊拉克艾比尔举行秘密会议的报道。美国和伊朗6月17签的谅解备忘录60天的期限就要到啊，双方针对核武组海峡的谈判表示西牛照角。伫咧战争进前，逐天尚无有130只船通过核武组海峡，暗过礼拜即天竟然无任何一只船登记通过。针对伊朗17宣布已经和阿曼甲核武组航线敲好势啊，川普气甲威胁讲要甲伊的盟友阿曼绑甲摇。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s strategic partners?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根据路透社伊所配的上新的民调，有8成美国人认为美的战争可能搁要一段时间，另外有6成4的美国人不满川普的表现。伊的支持率嘛为8月初35%，切落去33%，创第2任期上低。民调嘛显示，目前有7%的美国人和一半共和党的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有价值的。路透社嘛针对年底其中的选举分析，共和党即马嘛真烦恼讲，敢会当甲众议院一寡多数走掉咧。也若民主党嘛认为讲，因连参议院嘛有机会退落来。公司新闻王祖梅编译。福州是发生严重的个人资料泄露的案件，将近68万笔个人的资料叫海客偷摕去，甚至是公开伫咧网络。官也已经咧陆续通知受害者加强防范，也指示检方相关单位彻底调查。法国国际电台报道指出，即摆受影响的纳税人超过67万8千人，包括一般民众甲企业机构，互海客偷摕资料，除了名甲地址，也有所有相关资讯，适用税率等等。因为互海客攻击的是由政府管理的资讯系统，税务单位表示，无论是犯案性质、案件复杂的程度甲规模，伫法国拢是空前的。Ils vont revendre à d'autres pirates informatiques, des escrocs effectivement qui pourraient soit vous appeler, vous téléphoner au moment où il va falloir payer justement ces impôts et se faire passer pour Bercy. Et on peut avoir aussi des populations qui vont vous envoyer des courriers électroniques et des mails en expliquant qu'il manque certaines informations, dont des informations bancaires.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伫这件告资外泄案进前，包括国家统计局、甲内政部所属专责数位化管理各种身份证明文件的安全评鉴机构，拢互海客入侵引起各方高度关切。法兰西利士电视台根据海客伫网络公布的资料，打电话访问一位住伫德国的法国人。J'étais pas vraiment au courant, vraiment, c'est vous qui me l'apprenez quand même. Ça m'étonne pas vraiment parce qu'en fait j'ai reçu des amendes. Je vois pas comment j'aurais pu avoir une amende parce que je vis pas en France. 虽然外泄的资料也未当互海客牵制民众甲企业的赋税扣除，不过包括所得税率甲家庭状况的情形，一旦落入有心人的手中，可能复杂骗集团更较简单处理受害者的信任来得手。所以法国政府已经责成赋税单位赶紧通知受影响的民众设立防范。
另外，追查海客工作会由国家警察总局打击网络犯罪办公室来负责。这个单位相当是台湾刑事局第9警察队。法国媒体指出，调查重点放在犯罪集团安怎入侵政府，特别是税务单位的资料库偷摕资讯。检方指出，参与的嫌犯一旦封定罪，会面临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国际上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菲律宾南部三宝岩昨一个读9年学生加庆冲入去学校，对同学开枪乱弹，造成1人死亡。了后，搁再自杀，详细原因搁爱调查。津巴威卡瑞巴湖一只渡船传出讲去大鹰性甲变去，当时船顶180个人已经超载超过1倍啊！目前也已经造成上无94个人死亡，也是津巴威史上上界惨重的运输灾难。比利时东部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火烧山，目前也无法度控制落来，而且搁爱烧几啊礼拜。这官方嘛统计讲，上无3000公顷的土地已经强烧了。来看咱国内航建科技公司负责人是以属计标到陆军备军团无人机的案，所涉嫌用中国晶片等零件，透过洗产地方式，想要来瞒骗军方，伫咧检修的时空掠出来。检方是以违反国安法来上班，法院也裁定讲这航建公司的负责人羁押禁见。国军接受国际今年航空显示，本岛离岛部队用无人机侦察打击任务较成果，国军也继续咧买无人机。国军无人机业者航建科技去年用295万，属计抢标陆军备军团的训练用无人机采购案，煞逼出涉嫌向中国无人机晶片、飞行控制板等零件组装无人机，想要混过关，军方验收发现异样，无付钱，各函上检方侦办。在115年8月11日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航建科技在桃园公司大门锁起，这国内第一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检方传唤航建科技负责人张东林合作厂商瑞荣创新科技技术主管罗义雄，求头地检署认定2人涉犯违反国安法，诈欺处财避税罪嫌。张东林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罗义雄是撤回。针对特殊应用的这个场域，那我们可以让无人机去试办这样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测试。张东林近年来导新国内无人机研发，推广无人机教育课程，这摆技术透过抹掉原始产地标识，佮提出假的产地证明来规避验收。那国军接收这种无人机，内部并且出现治安抗衡，影响无人机作战。那如果说他今天使用的是中国的电池、中国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器材的话，有没有可能这些电池频谱会让中共这一边更优先的拿到？那我想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无人机作战是有很大的一个威胁，不能容许有中国制造的零组件、控制元件、晶片在我们的无人机里面，它不仅攸关我们关键的零备件的取得，以及相关军事安全的考量。学者指出，业者并在军方表现禁止使用中国国内原的产品，所以机关安尼做不怪都是为缩减降低成本，所以要靠军方进行最后验收把关。立法认为，国防部、经济部要建立国家严格招标、验收机制，防止不肖业者透过生产地包装红色供应链渗透国军。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一个中士方查到讲，因为欠销为着60万去翕开战的时无买抵抗的相片，佮利用这权限偷摕咱战时最高指挥所、行善指挥所的情报等等，检方是提起公诉。另外，这退伍的小将庄佑杰，2004年时阵去香港参加统战活动，对裁罚不满，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嘛已经驳回，维持国防部的处分。前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退伍小将庄佑杰，自2004年去香港参加统战活动，佮徛起听中国国歌，和国防部用违反两法条例处罚，停止领75派，1个月退休金5年，佮刑加领16万外。伊不好提起行政诉讼救济，按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7判决驳回，维持国防部处分。这个上诉这个诉愿有用吗？他到现在他不能公布一张清晰的照片，都疑似，那你诉愿的人你怎么诉愿呢？
中协调为家己保护，暗过无正面回应，甚至个上诉。这几年中共渗透现退役军人进行真济，即嘛检调过查出强调案，这八组宪兵东河岭分队中属的姓江10个人，2022年之间因为这部问题伫通讯软体熟悉中共政府人员了后，协支持两华统一承诺战时无抵抗的效忠影片，加上吴良辉强调组织，各利用权限登录国军准则系统，大量下载过60多件机密资料，有国军联合作战计划、爱国者会团保养手册，甚至国军战时最高指挥中处行山指挥所战前系统运用手册。今年汉光演习期间，演练万军计划无记做部紧急事件时阵，军方护送罗总统去行山指挥所，确保政府继续运作。不过，姓江10个人涉入清楚，毋那安尼，以至控制5年办退伍，却因为无钱，听高龙会指示，申请回进军职，继续试探军情，前后得到60万。高雄地检署最近侦查终结，照贪腐治罪条例甲国家安全法等等罪，对伊提起公诉。显示很多这种更 detail 的这种情资啊，那也了解我们的兵力部署或者是一些武器系统的概况。手册这种东西，当然它不见得一定是会产生立即的这个危害。所有资料一定是这样，就是越少让对方知道越好。专家指出，虽然无确定涉包资料是什么等级，不过用国军立场来讲，愈少资料被中方掌握愈好，建议军方要进一步检讨相关情资涵盖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韩国的光州上年底9月就要开幕啊！咱台湾馆煞去用改名，改做是 NTMOFA， 改做是国美馆的英文缩写。文化部是提出抗议，坚持爱用台湾馆来展出，无摆除会动用一切必要手段。这外交部也已经发文和主办单位继续沟通。活动主办地点光州，具有深刻追求民主、人权及自由的历史意义。光州双年展也是长期以此精神作为重要核心。本案争议发生后，我相关驻外馆处立即与文化部以及国立台湾美术馆密切联系，共同透过各种管道径洽主办单位以及韩国光州市政府，并且多次表达我方立场。不过，目前尚未获得韩方正面回应。另外一方面，德国的资深记者兼作家周敬行接受访问，讲对去年写这中国对台间谍活动的报告期间，去家己的阿里山度假，煞去互中国来跟踪。这调查局嘛证实讲有接到相关的消息，周敬行所讲的拢是真的。讲到去互中国渗透，德国资深的记者兼作家周敬行感受真深。伊来台湾做东吴大学人权研究所访问学者，刘日来接受采访的时阵讲，捌互中国的间谍跟踪，地点就伫咧嘉义阿里山。度假的时阵，拄到少年的查某囡仔来甲伊讲话，真明显有中国的口音。I can smell these guys from my time in China. This young woman really followed us very professionally, hiding behind the car, hiding behind the street corner, and then sitting in the lobby of our hotel. And I made sure she didn't live in our hotel. 讲到去年这个经验，周敬行讲，苏当时伊当咧写中国对台湾间谍活动的报告，互伊亲身去拄到这个情形，是互伊惊一跳。甚至伊去甲调查局反映了后，执法单位才当介入审查2天，对方就随离开台湾。德国学者周敬恒受访所谈均为属实，本局高度重视本案，获报后即展开相关调查。调查局证实，去年接到通报了后，就随展开调查。不过，这件哪像涉及间谍的风波，嫌疑人早就已经离开台湾。专家讲，若是人去到第三国，实务上要遣返是真无简单。若是转去到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加低。加上情报人员清在拢是来一个就随走，要伫短时间内收集证据侦办，是不哩困难。针对中共党政军背景啊，或者特定敏感科技的企业高层进行列管啊，但是这个名单它有它的局限性，在没有任何讯息跟情报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对每一位入境的旅客啊加以严格的检查。专家分析，专工下海来到台湾跟踪，情形是真特殊，除非这个目标有真大的情报价值。不过，因为咱台湾边境开放，会当以商务甲观光等等的名义来入境，建议会当强化反情报的作为，积极收集高风险的名单，提升各单位即时通报。也若全民嘛爱加强防间谍的意识，伫日常生活当中嘛爱有国安的意识。记者综合报道。
新华消息，飞行机空服人员上班拢有夹名牌，不过就有人投诉讲，伫咧空货场，若是写出家己真正的名，都有一寡旅客会去网络吹骚扰甲紧张。这工会问卷调查短短一天内，都有9000人传回来，一半以上拢有这款经验。今日台湾华航首先宣布，因为社群媒体发达，第一线同仁会当以个人意愿选择申请新办工作证也是名牌。以读中文的时，高呼以英文别名，避免全名过度风知影。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过去确实定受到会员欢迎，因为工作名牌公布真实姓名，造成真多困扰。客人甚至会以说，如果你不回讯息啊，或是不接受我的好友邀请，我就去客诉你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那所以他们就会很害怕，有非常高比例的基层员工因为这个制度的关系，一直被客人骚扰，然后求助无门。工会发起工作名牌甲个人军事安全联署，参问卷调查24点钟都有超过1000人联署，支持名牌避免公布完整姓名。有超过一半拢表示，捌因为公布姓名有封锁新书新追踪骚扰的经验。空服员于执行过程当中可能遭受第三方不法侵害，目前治安法已经明定，雇主应该要就不法侵害预防采取相关的措施。综合观察，各行空服员名牌，除了华航会当自由选择启动中文姓，包括华航中型商务的组员，名牌拢会有中文的全名，佮加上英文名。专家分析，公布姓名关系是为了方便旅客识别，后就会当反映对服务人员表扬还是客诉。国外的空服组员制服外佩戴的名牌只有显示英文的名字，但是航空公司可以依据当天的航班班表、客舱组员的排班表跟地勤人员的班表，就可以了解到当天的值班人员，以作为后续的服务管理。华航表示会看这部需求，继续评估名牌公布方式。中央会员徛伫一线同仁甲旅客互动的工作特性，高设法前提，会维持即马一线同仁执勤挂名牌做法。新华航空表示，日常执勤名牌以中文全名甲英文名作为识别，方便旅客辨识甲沟通。也毋过伫公关活动甲入名时，徛伫运输甲安全考量，会事先查注名牌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复兴乡公所顶礼拜六举办净海报的活动，所有民众参加了后，回去胃肠煞开始无爽快，出现吐甲闹情形，可能是活动当天提供的蚵仔面天气热，物件歹去，卫生局当咧调查。民众一人挂一个袋仔，徛伫海沙埔捡粪扫。中华县复兴乡公所顶礼拜六举办净滩活动，大约有400-500位民众参加，但是煞有真侪民众反映，活动参加煞出现走白、吐等等的镜头，哪像是食歹腹肚。我们办净滩哦，然后我们为了要推广福建乡在地的那个蚵仔，所以我们有做看那个蚵仔面啊。其中我们总共有3个社区准备蚵仔面，可能是因为海鲜天气太过炎热，可能就要遭危险的。公所表示，因为活动有提供蚵仔面，怀疑可能是天气热变质气，有通报卫生局，初步一调结果，确认有56个人出现胃肠无爽快。卫生局也伫拜一去稽查，针对有出现镜头加煮食的人，食材、煮食的环境进行采检。目前的话，针对制作场所还有卫生一点完成稽查，相关的工作其实是持续在进行中。到现在为止，经过疫调，确定就是有56个人有肠胃道不适的这些症状，相关的这个结果还是要等他检验结果出炉才能进行原因的判定。复兴乡公所表示，活动拢有相关的保险，但走白的原因确认了后，会进一步理清理赔责任。嘛对参加活动的民众感觉真实的，公所会检讨活动的就是安排甲流程，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有一种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无药啊通医、神经退化的疾病，因为基因的问题，在身躯、甲手、甲脚不时就会丢一下，也会出现认知障碍。中原大学研究团队即马已经找到病情恶化的关键，发表伫咧国际期刊。正常的鸟鼠伫个脸仔顶展现正常的运动协调能力，不过若换做基因转移发病的鸟鼠，若无法度顺利完成动作，机体嘛会出现错咧、加强的状况。这种运动功能失调的现象，就是罕见的遗传病亨廷顿跳舞症患者真实的状况。目前是跟我们有一个基因叫 HTT 基因有关，基因突变导致这个 CAG 的重复序列
变太多次，大于36次以上的话，就是会。临床上会发病，会出现这个亨丁顿舞蹈症的症状。医生表示，亨丁顿跳舞症属于主体显性的遗传，在亚洲每10万人，敢若有大约0.1到0.38个人发病。目前临床并无药物会当阻止大脑退化，敢若会当透过食药来控制病情。中兴大学研究团队经过多年来研究，找到发炎因子 IL-17A， 透过特定的信息路径，和原本应该互人分解的突变蛋白质会一直累积，最后变成神经受损。它跟基因的缺陷有关系，这个致病的基因就叫做亨廷汀。当这个异常堆积的蛋白质不断的扩增到其他的地方去，到比如说纹状体旁边的外面的大脑皮质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脑皮质的功能也会受损。那大脑皮质其实是管这个高等功能的。研究团队在实验中，将中和的抗体注入发病的鸟鼠大脑里，成功阻断发炎的信号，然后细胞自我清除的功能恢复，鸟鼠的运动协调性嘛大大改善。活的时间嘛明显延长，这项研究嘛头摆将神经发炎甲细胞自我倒去的机制整合起来，正式发表在国际权威的期刊。过去的研究会比较觉得说发炎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结果，对，然后但是我们今天反而是发现说这个发炎因子病理现象恶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研究团队嘛强调，目前成果还搁伫个细胞甲动物实验的阶段，不过嘛为药物开发提供一个新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胃癌的研究也受到国际重视。台大病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小组制定全球指引，确定幽门伽利亚菌的体检治疗就是预防胃癌上好方式，登上国际期刊。台大病院长期关注胃癌的防治甲预防医学，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工作小组的邀请。参与制定全球的指引，确认幽门螺旋杆菌的体检甲治疗是预防胃癌上好的方法，嘛互人刊登伫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团队搁伫个美国医学会期刊顶面发表上新的发现，伫个大便占血检查的同时，增加幽门螺旋杆菌大便抗原的检查，唔但会当同时防治大肠癌甲胃癌，搁会当节省成本。所以基本上我们预期这样的一个会大幅的降低我们癌症的死亡率，以达到一个我们国家希望能降低2030降低台湾全体的死亡率的1/3，这个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目标啦。我们投资1块钱的5倍经济的效益在胃癌，我们还要再继续估算社会成本的估计。这个系列的研究实证，嘛，互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对今年起正式将胃癌纳入公费癌症的体检。原本我们目标是第一年是做60万，目前已经这个到7月30号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60万。那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没有做过的民众部分，45到74岁还是可以来接受这个筛检，我们会持续来给付费用。另外嘛，有不少民众烦恼长期食药治疗幽门杆菌的过程，是不是会出现也是引起抗药性的问题？医疗团队嘛表示，对这年来临床案例来看，发生的几率无大，民众会当放心。记者综合报道。立功剧团舞台剧《人间条件3》头一个演出是20年前，即马要搁再登台。这出戏的背景是伫咧物资较欠的50年代，演出人甲人之间单纯的感情，甲对未来希望。今年的票也已经卖了啊，明年1月会搁再加演。看你的戏，我很快乐。我唔知影恁两个有啥人敢甲我结婚。面店头家的外甥女阿莲温柔怪客，对外地来台北学西的3个少年家拢对伊有意爱。在阿莲奉走读以后，有关系互相帮助。高念真编导的《人间条件3》台北上午零时，经过11年，当要搁重演。今年有少年演员加入，阿莲甲由林武顺演出。伊讲《人间条件》是伊的戏剧启蒙，甲剧中前辈合作的那像在看一本搁一本的教科书。我20年前有看过《人间条件3》。迄当阵我高中刚拄毕业，这届会当接下这个角色，是有压力，但是同时也非常期待自己可以在为这个剧，然后为这个角色多贡献一点什么。
编导郭念真表示，顶间条件3是对伊的生命经验改变做剧本的，背景是物资真欠缺的50年代，是伊怀念的青春岁月。虽然生活真辛苦，不过人甲人之间有关有单纯的感情，甲对未来愿望。一款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会怀念以前那种一群人在最辛苦的岁月里面，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在谈自己希望的未来，谈自己对爱情的向往。我觉得那样的单纯真是美好。郭念真嘛表示，有在讨论反射未来人间条件系列有可能会当规划做影集。不过伊讲家己嘛已经有会啊，可能会是由别的导演来翕。人间条件3自10月至12月，分别会伫咧台北、高雄、甲台中演出，目前票已经卖了啊，明年1月会搁加演。记者卢尚书、郑俊尧台北报道。下晡报提醒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4度，中部地区27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高岛地区27度至32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